嗱，起得自建房就一定要清楚滿同行同埋中基礎嘅利與弊，唔係使多咗錢你都唔知。首先咧，滿同行其實係民間叫法嚟嘅，專業啲叫做佛板基礎。佢其實咧就係一塊巨型嘅水泥板，冇任何嘅打樁，佢就係通過呢塊咁厚50公分以上嘅水泥板行去承載住成棟樓嘅受力。呢種基礎啊，就適合用喺土質均衡嘅一啲地區。假如你唔知道地質，你就要提前做好地質勘測。滿同行有3個優點嘅：施工快、成本低、容易揾師傅。缺點啊都非常明顯嘅，就係如果你屋企嘅地質係唔穩定嘅，或者喺淤泥區嘅，你呢度成大塊鋼板就會出現傾斜嘅狀態，直接破壞成棟樓嘅受力均衡點，係會直接導致你嘅樓板開裂同埋滲水。咁滿同行基礎一樣要採用雙層雙向行去布置鋼筋。你會睇到呢度面呢度有一層係雙向鋼筋，底呢個位置又係有一層雙向鋼筋。咁兩層嘅鋼筋之間嘅距離要達到50公分以上，咁樣先可以確保你倒出嚟嘅混凝土有足夠嘅承載力。咁樁基礎又係另外一種，簡單啲理解就係將呢個樁體打到岩層，直接跳過軟土層，成棟樓嘅受力就係靠樁體嚟受力。佢嘅優勢在於可以適合大部分嘅地質環境，就算喺珠三角洲淤泥比較多嘅區域，都係可以用樁體嚟受力。咁樁基礎都有2個缺點嘅，一個造價成本比較貴，第二個施工效率會比滿同行要慢。大家平時所聽到嘅水下樁定係呢種乾鑽樁，其實都係製作樁體嘅一種形式。至於你屋企應該用滿同行定係中基礎，睇完呢條視頻你自己都已經有結論啦。